大家好，我係蔡風華。以下係一則國際新聞。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後一致決定，將撥款168億美元資助老四約會之必要 Live， 並通過議案，全力支持之後該單位所有活動。暫定逢星期六晚於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之 Live， 現正積極彩排。據消息人士指，彩排嘉賓有韓國歌手 G-Dragon、BTS 以及 BLACKPINK。新聞報告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